难道我没带回家吗？奇怪，那个人好像有点眼熟。金，再不快点，咱们就要迟到了啊！这就来了，估计是我看错了吧？那不是佩丽吗？看见我来了，怎么还傻站在门口？佩丽，给我过来！是不是有老大的身影？喂，你看哪儿呢？你谁啊？你说什么？帕洛斯啊，我在这边。哦，马上都要迟到了，老大还没来。哎，那咱们还要不要继续等老大呀？那个口风狂艾米修还堵在门口。喂，你们也许老大今天想翘课吧？咱们就先走吧。也不等卡米尔了吗？卡米尔和我们又不是一个年级的。奇怪，今天大哥翘课怎么没和我说？也许大哥有自己的打算。你挡到我了，让开。今天难道是愚人节？不对呀。喂，那边的安迷修又要来找茬了吗？这位同学，你有点面生啊，是转学生吗？啊？马上就要关校门了，你动作再不快点的话，就要迟到了。喂，这家伙讲话原来这么恶心的吗？下次别再这么晚来学校了，今天就不扣你分了，下不为例哦。我居然这么晚才来学校，你真是太没有规矩了。什么？原来是你这家伙！切，反正你也是个近视。站住，雷士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啊？你知道我是谁？你以为少根头巾，我就认不出你这个小王八蛋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个人都没认出，你简直是目无尊长！而且，喂，最后居然是这家伙！你要去哪儿？喂！帕洛斯啊，你看我戴老大的头巾帅不帅？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。不过老大今天好像没来学校啊，到底是在哪儿？大家都去哪儿了？凯莉，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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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